大家好啊，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好窮，但窮得好有型、好有哲學嘅故事。有冇試過有啲 friend 成日同你講，我真係好窮啊，冇錢啊，好想改變啊，但你望落去佢啲生活咩窮啊？佢淨係唔識計數啫。我有個 friend 叫佢阿窮仔啦，佢成日同我講，兄弟，我負債啊，公司快倒閉啊，冇錢投資啊。咁我心諗，咁慘嘅，咁慘你女點解學緊溜冰啊？大佬，呢度係馬來西亞，一年四季熱到燒焦，學咩溜冰啊？係咪想滑入赤貧人生啊？佢老婆又點啊？成日買包包，佢話女人開心好緊要㗎，你未結婚你唔明？喂，我唔明咩？我明到不得了啦，我明你個戶口點解得返幾蚊啦。阿窮仔有個特質，講大計，唔做嘢。佢話我要開源啊，咁我問做咩好啊？我要做YouTube啊，咁你出條片先啦。唔得啊，我研究緊 AI 點樣剪片可以慳時間，研究到 AI 都想炒佢啦，影片一條都冇。仲有佢話我要做全職交易員，自由人生。隔2日見到佢，點啊？輸咗幾千蚊，要再學多啲先行動啦。喂大佬，你想學定想托？交易員唔係講嘅，你都未落場，你想發達咩？最搞笑係咩？阿窮仔成日同我講，你知唔知我哋依家卡喺舒適圈入面啊？人生冇突破。喂，你連圈嘅邊喺邊你都未揾到，你同我講突破，突破咩啊？突破到入埋深淵啊！你話要創業，做咩好啊？唔知啊，總之要創業啦。咁我都想中6合彩啦，我連飛都未買過啦，兄弟。阿窮仔最叻就係做錯選擇，該開源嘅時候唔開源，話要揾錢，最後研究完 YouTube 唔開 channel， 研究完 AI 唔剪片，研究完投資唔落注，該節流嘅時候唔節流。阿女要學溜冰，報國際舞台表演，老婆買包包開心佢唔敢出聲，自己日日食外賣，話做人開心最緊要，搞到咩？搞到每個月月尾掃緊雞碎，負債越滾越大。但佢自己講咩？冇事㗎，日後會好轉㗎。你話呢啲係咪現實版自欺貧窮哲學？阿窮仔日日幻想自己逆轉人生，等我研究多幾日要貼先。我覺得我啲片好快爆紅，但連條片都未剪過。幻想自己發達，我要投資致富，但要穩陣先。結果係咩？揾到1蚊都未投過。幻想改變生活，我一定會衝出舒適圈，但夜晚打機，日頭打卡返工，行都冇行過一步。其實講到尾，窮唔係因為你戶口幾多錢，而係你每日揀啲咩選擇。成日講唔做，成日幻想唔行動，成日研究唔實踐，成日呃自己唔面對現實。阿窮仔佢唔係冇得救，但你要改變，第一步唔係買書，唔係研究 AI，唔係等靈感，係喐手做一樣嘢先啦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記住俾個 like 啦，唔好再窮到連 like 都唔肯俾我啦，拜託 subscribe 埋，因為你可能都喺阿窮仔條路上行緊，行動先至係改變嘅第一步，唔好再等啦，兄弟。